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两件敢袂伤寒咯。先来看这个台南的康宁大学，体育教育部停招了后，每年的6月了后，就剩2个系。这个大学要来退场进前，出现着真坎坷的代志。一个副教授竟然是兼5个系的系主任，讲有一寡课程哦，这个副教授是比学生还佫较唔捌。 We want to stay。康宁大学台南校区因为2年前受斯里兰卡学生叫去做非法点工，互教育部停止招生。无想到即马竟然出现5个系主任拢是同一个人。康宁副教授苏志芬除了教健康照护管理学系，加上休闲管理、餐饮管理、造型设计，佮有保健美容，系主任全部拢是伊。加上副教务长和创新管理学院副院长，伊一个人就有7个。 学术加主管的职务，受教权会有影响，而且对于事务的发展也会是一个负面的影响。一位老师竟然会使教5个系，全国私校工会理事长尤英辉表示，学生捌的可能比老师搁较济。你自己都不懂了，你怎么去指导学生？校方解说，有的系已经无学生，真侪老师嘛已经退休，才会互一个人做5个系系主任。 暂时找不到适合的人选，而且我们是停招学校嘛，我们不可能再招生了嘛。 所以编制一定会越来越缩减嘛，我们就请他说过渡阶段嘛，因为停招到最后还是就是都会没有学生嘛，请他帮忙啊。就算学校已经要结束，后来师资嘛一直咧减少。不过康宁台南校区阁有127位学生，一个老师爱应付5个系数的学生，学生受教权的问题实在应该互重视。